大家好，咱今仔日个新台湾话顶的馆来到1934年2月份的第587款接续顶一段的带读了后呢，咱共款要来开一寡时间看迄阵林茂生博士甲咱介绍的迄阵的新台湾话当然即马对咱来讲是旧台湾话的一寡字词伊内底有一寡字眼甲写作的方法，咱会当来分享探讨一下。一开始呢是一个生物学的物件。伊这个字的音叫做麦昆，也是叫做麦昆。毋过呢，这个字的读音以我查会到的手头查会到资料伊无麦这个音。咱先看一下即阵这甘字典迄阵敢收两个音，米甲灰，就是无麦这个音。毋过呢，因为林茂生博士伊的汉学的基底足把定的所以讲，我家己咧讨想伊要讲毋对的机会无悬啦毋过你也查无所以你若知影即个字是毋是真正迄阵的汉文内底有读麦这麻烦留话，互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家己个有咧要讲敢无遐拄好迄阵日语就叫麦钦，嘛是麦毋知影是迄阵对即个音伊就甲扭过来读，还是真正迄阵汉字有安尼读这我超出我个人的知识的范围好咱。平常时其实做听到人讲米的啦米菌还是麦菌，咱日常生活拢讲生菇还是生菇生菇，而且嘛有些发米生菇酱脯是生菇浪脯。这个脯字你看这汉字迄阵日本时代代志大数点嘛修字字，毋过脯这个音我嘛毋知是毋是当写字字啦这无伫咱这个讨论范围内底。臭脯这个词我自细汉就定听大人咧讲这个物件臭扑鼻咱若去住迄旅馆还是宿舍伊若整理了无好迄地毯还是啥物泥胶被臭扑鼻白搭桑就是会安尼讲。生菇臭扑这咱日常生活定定用到。佮来一个伫咧写文章的时阵我感觉最好用这个字极，伊个原文本叫极小细的画面这个是非常足安怎足细极小细。虽然伫咱即摆人较少安尼讲以我所知影的，毋过日本时代迄阵的台文真正定定看到用即个字极端还是讲要一个人讲足用的非常的用，叫做极用。一个例就是我最有印象的这是网络顶悬蔡培慧10项关键内底第一篇伊就写，而且讲咱台湾的山极雄壮，极有变化，搁再是极苍翠极青目，就是非常的意思啦这拢咧形容讲迄个美丽岛有偌水拄偌水大家有用会当摕来做参考伊的文章内底足侪形容词啦名词也是写作方法拢会当值得咱的学习甲参考。当然蔡培慧伊即个人伫政治方面甲一寡民族思想顶悬迄个另外一回事有机会咱还去讲。倒转来到这极小细画面画面这个物件啥画咧的物件就叫画面咱即马可能你若讲生物还是讲动物，大家就较知影当然画面毋是干那会叮当的啦佫袂叮当的啦直接画面生物动物。你若讲袂叮当的呢袂叮当的生物，这个字要读才有写实物。这个字我种读植物，而且一个点嘛有边读边嘛我读植物，后来才知影讲叫做实物。毋过若实物呢，即阵就奇怪掺即个音共款叫做实物实甲物嘛汉字会当安尼读。安尼变两个小拍共一个写法共一个音。这个时阵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讲法叫假米。这个假米的理论嘛真简单头拄讲过画咧物件叫做画面会当写物件叫假面，安尼嘛真清楚所以咱会当用假面来当作是会当写物件实物呢就是袂叮当的生物当然较遮伊讲即个麦菌若米伫实物的中间即个实物咱头探讨过当然而且伊到底是写物件实物还是袂叮当的动物实物我是毋知影啦我毋知影林博士迄阵伊写即个意思是对是种，因为米这中间会生炭若米伫动物的内面所以若安尼对照起来
伊可能只是画面嘛吼，啊画面就包含实物甲动物，安尼这应该就是草啊、树啊、花遐物件啦吼。啊，若米伫动物的内面吼，会做有路用的物件，也有时会滴到起破病吼。有当时对咱身体内底嘛是一寡微生物是参咱共生的吼。啊，像咱肠啊啦内底嘛是一寡对咱消化有帮助的物件等等吼。所以呢，有当时有路用吼，啊有当时会起破病吼。啊，再有一个滴到起破病，这个滴到吼就是这，伊是一个因果的连结啦吼。因为安怎样，所以安怎样，咱就会当用安尼。来当用地胶，地数这个物件吼，地胶安尼，这嘛是一个咱咧写文章时会当使用的词。佮继续来呢吼，伊就介绍讲，即句话吼，即个词是对迄阵的日语啦吼，用语安尼直接翻过来。啊，古来有叫做微生物，啊，叫做微生物吼，佮配这汉字，大家应该就知影啦吼。即摆你若伫台湾讲微生物，大家应该就听较有。其实也歹讲啦吼，可能有听无。啊，就是像一个意思，伊感觉这是讲意思吼。也有时叫做细菌，我个人即个我是读菌啊，细菌就是即个菌吼，我拢读细菌。啊，讲拢是三重，啊，毋过对我来讲，我的理解是细菌甲生菇的这物件，哪像佫无共款吼。其实伊伫生物学内底分类是无共的吼。啊，毋过迄阵林某先博士成日讲安尼拢是共款，这我嘛毋知影吼。啊，民国有关有得用吼，就是迄阵的中国吼，中华民国。过来第二个词叫做万灵，逐项拢会，无所毋会，即个毋会嘛足趣味啦吼。就是好，加一个就是倒变的意思吼，就是毋好毋好，对毋对啊，会毋会，就是咱讲袂晓啦吼。万关灵，即个关灵我要提出来讲，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啦吼。我会听拢读权啦吼，权灵。啊，毋过依照我看伊在文献吼，逐个汉字字种读权啦吼，权灵。啊，伊只嘛有注解吼，这是较文的讲法。佮等下到遮，专灵的意思吼，对国语的闽南来英语讲啊一大堆讲。伊讲民国有关有得用吼，即句话也有做复合名词吼，咱之前讲过，两个斗做会变成新的意思吼，亲像。金万灵，啊，咱即摆人讲金钱万灵啦吼。佮来第三个词叫做买收，吼，也是买收。即个买我甲买我应该是白话音甲文言音的差别啦吼。啊，咱即摆人应该较习惯讲收买啦吼。有两项意思，吼，第一个做一个甲买起来，啊，第二个是用利益吼来引诱人甲咱上当。同一种意思，咱看几啊例啊，几啊词吼。第一个意思较中性啦吼，就是甲买起来，吼，就是伊个字面的意思，甲买、甲收起来。啊，即个做一个安怎样吼？即个一个伫咱台语内底嘛，定定出现，有足侪无共的意思。咱来看觅，伊即个做一个安怎样吼，就是做一摆安怎，做一届，做一回甲做起来。比如讲吼，吹了2、3礼拜无洗衫吼。做一个甲倒入去洗衫机内底洗，吼，就是做一捆就对啦，甲处理。啊，伊个有做者其他意思吼，小可安怎样啦，连面安怎样啦吼，即个连面安怎样嘛是吼，比如讲听到庆声，一个就走，吼，就是随时伫迄个时阵即时，吼，伊就反应起来，买当用即个一个，所以这一个要看顶下文的意思啦吼。啊，你若讲一个吼，袂当讲一个啊，一个就干那。连面马上的意思吼，一个啊，时间过1点啊，叫做一个啊，啊一个就较侪种意思啊吼，包含头拄啊共款的连面的意思吼。啊，搁后一个词，咱来看，咱用利益吼来引诱，啊歹势，来引诱，我当会读毋对吼，咱会读引诱吼，来读引诱人甲咱上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引诱，吼，就是汉字看你就知影，就是诱拐啦，吼，甲人要怎讲？有点仔先甲人成啦，吼，用一寡好康的，吼，甲人半骗半招安尼，吼，这叫做引诱。啊，参即个有点仔性的一个字数，啊，毋过其实佫无共，吼，直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你若对即个字无，对即个字即个词吼，无啥物印象吼，会当甲学起来。这做正用的吼，叫做高正哦。然后讲，啊，互我高正一个啦吼，互我拜托一个啦吼，叫做高正。而且嘛有写吼，
卡言卡语来劝人为伊做代志吼，会当叫做古正。啊，这个古正吼，甲这个引诱吼，有啥物无共呢？以我的理解吼，引诱你若要引诱人安怎吼来做啥物代志吼？你是徛伫一个较优势的所在，你手头所在资源，啊，甲人请过来，吼，咱就用这个动词吼引诱。啊，若古正吼，相对来讲吼，你就是徛伫一个较平等的位，也是讲，甚至你就该小可拜托人，吼，用好话甲人讲，拜托人来帮忙一下。即阵你就用古正吼，你就互我古正一下嘛吼，互我讲一下，拜托一下。啊，则佫有一句俗语做意思吼，古正懒鸟放屎，吼，伊讲意思拜托人做代志吼，啊人无要插入时阵，甲人骂啦吼，骂人懒鸟啦吼。啊，即个我后来有去查吼，伊其实伊原册迄个经内底有吼，伊是放尿啦吼，伊毋是放屎，而且迄落，而且咧骨咧拍字时阵吼，看毋到去，是放尿吼。即就是咧骂人啦吼，讲你甲人拜托，啊人无要插去，啊转上去吼，用歹听话甲人骂。啊，即句话呢，即个俗语伫台湾李干集览内底吼，迄阵诶台湾总督府出诶内底嘛即句吼，一模一样，共款吼，古正懒鸟放尿。啊，伊即个解说参台积大书店内底解说是共款诶，完全共款诶吼。啊，我想讲是毋是因抄来抄去啦吼，大家互相一下安尼。好来，咱继续吼，即个。引诱人吼，甲咱相党，即个相党就是共党啦吼，同一派意思，甲人抽过来咱这边吼，啊是对公益的买收吼，用伊的什么货一大堆，吼，共一个意思。啊，照看民国迄阵的中国吼，中华民国还袂得用，吼，迄阵因无用即个买收，即个词，即个字。啊，即个问题呢，伊讲政府出来底买收土地。吼，就是征收土地啦，吼，把土地买起来，来做互什么人去开发等等，还是讲买收议员来通过这个议案，吼，这就较甲人乌洗意思啦，吼。啊，咱头拄讲到买收吼，伫台积大书店内底有收买这个词，甲就是应该是共意思啦，吼，甲买起来，收集起来，吼，买起来，收集起来。啊，即个伊腔，参我腔无共吼，伊则是收买，吼，伊即读买，啊，我是读买啦吼。啊，拄啊好，这应该是漳州甲泉州的差别啦吼。以我所知影，你看，伊则是个收另外一个参我无共的腔吼，叫做收买，买啊吼，买啊，我是讲买啊，伊讲买，多即两音多倒变吼。啊，所以一个是咧收买甲收买啦吼，看你的腔是毋是参我共款的，多共款多参即个字典是共款的，即两个吼音无共啊，多好倒变吼，真有意思，所以我直接甲参大家分享一下。啊，过来呢，头拄仔讲到买收吼，是即摆人可能较习惯讲收买吼。另外一个较歹意思就是甲人乌洗。啊，即个乌洗吼，是我自细听大人咧讲的吼，讲啊，迄容易共乌洗来啦吼，即。伫路顶看着人咧骑车赛车乌白赛，讲啊，这驾照去买来，然后去甲人去甲迄个监理站的人乌洗买着啦吼。即个乌洗吼，我就去查，而且有写讲对日语来，吼啊，伫网络有人讲嘛是共款的即个讲法，啊，到底是毋是正确吼？这我无确定，这是线顶的另外一个字典有写。哎，日语是对一个日语呢，吼是即个，就是讲即个音吼，乌洗无。我睇毋知有准无准吼，咧头前的即个，咧后壁即个无去吼，头前乌洗，伊迄阵讲过年时啊吼，咧送的礼物啦吼，礼物就是即个乌洗无，所以讲乌洗台语是对即个所在来，啊那全有道理啦吼，啊是毋是正确？即我个人敢挂保证吼，以我所查到的资料，放伫遮大家看卖。好来继续，后一个词叫米商，卖米的人吼，讲做米的生意，对国语的。嘛是买收吼，共因来啊，甲营业吼，一大堆啊有问题吼。伊是即所在吼，即个所在出名的米商，即个出名吼，咱即摆人嘛较少讲，咱拢讲有名吼，即人真有名吼，名声真大。啊，即个出名伫伊阵的台语确实有咧用吼，我记一个咧，这是台语大书典伊就收出名吼，就是有名意思啦吼。
佫有一个咧是山顶乌狗兄，即条歌吼，即大家应该颇颇有印象。咱听看伊内底倒位唱着吼。吼，即个是头拄仔有唱着讲介出名吼，就是咱咧讲正有名的意思啦吼。所以即个出名就是有名的美商。过来，番号，即个规范吼，较以早我现在嘛听大人咧讲，即摆足少诶啦吼。迄阵诶人拢会问讲，啊你电话几番？即个对日语来，即个番号，啊咱看内底安怎讲吼？伊讲就是号头，用数字来记载诶号头吼。咱当然嘛是对日语来诶。啊，讲到即个号头，咱就查看卖吼。迄阵诶台日大书店有收即个吼，伊就是记号吼，伊甲讲番号共款吼，啊信号，啊佫有讲分号头，即有喇叭意思，佫一个是喇叭意思吼，即我就真正毋知影吼，字典内底有收，所以有讲吼，即个番号就是数字吼 number 诶意思。啊，民国较上叫做号码。啊，咱即马台湾遮嘛是拢讲号码啦吼，我自细嘛是听号码，所以这可能是对迄阵中华民国边传过来。啊，问咧吼，你捌伊诶房间诶番号啊无？哦，你敢知影伊房间几号诶意思啦吼？过来，番即个字吼，咱头拄已经看过吼，这是番地。啊，即个番地呢，伫日语内底就是户口诶号头哦，对日语来啦吼。啊，你讲到底什么意思啊？吼，后壁就有说明啊吼。伊讲民国虽然有得用，哦，啊总是较常是用门牌号。咱即马应该是拢讲门牌号码啦吼。至少我细汉听大人咧讲，就是拢讲门牌号码。即吼门牌号码才有写吼，门牌号码。啊，较即个讲番地，毋过有番地即个词，我细汉嘛做有印象，是倒位出现呢？即个番地就是即条歌，这是迄个。港顶13番地吼，这条歌迄阵有哪算真有名吼，咱嘛会当来听看卖啊吼。好，就是头拄仔咱听到即条吼，港顶13番地。迄个要分享即首歌吼，主要是当然我家己想要听啦吼，嘿，啊迄阵就想着来找 YouTube 找即条，啊伊内底歌词吼，也有迄阵日语诶外来语，啊大家若有兴趣，家己 Google 一下吼，会当看到内底歌词，伊遐外来语是啥物意思。后来，佫有一个罚金，这是看就知影啦吼，你犯着啥物法条吼，甲你罚钱。讲犯着法律还是禁令的事吼，做较轻的会当用金钱来缴纳，来纳钱，然后来缴钱纳钱，合作叫做缴纳。啊，免得受关的一项的法度，受关。咱先来看这个受关啦吼。我迄阵就是有参朋友讨论过这件代志，伫网络顶管，咱会讲受苦受难，啊，这个。互人关起来，封关，咱台语拢安尼讲封关。啊，即个受关用受加上一个动词，即个物件，感觉咱像咧怪怪吼。啊，毋知影讲是迄阵诶台语真正台语本地有即种写法，还是讲因为林某性朴素伊是教会人吼，啊受教会诶影响，是毋是即敢教会诶系统会写即种台语？即我嘛无确定啦吼。迄阵有参朋友咧讨论过啊，嘛无啥物定论吼。啊，大家会当小可注意一下吼，看即种写法是毋是伫文献内底别位吼教会系统以外嘛会出来，啊，毋过可能有这种困难，因为写白话字通常迄阵拢是对教会出来啦吼。好，即个缴纳吼汉字就是安尼写，缴纳一寡税金、租金等等啊，有哪共款，即拢是对于迄阵诶日语来啦吼。啊，讲一堆吼，还讲民国迄阵诶中华民国中国有关有得用即句话吼罚金。还有讲
伊个源头吼是对汉文来，哦，迄阵有即个发金即个词伫汉书内底，大家可以参考看觅吼。最后一个词奋发，就是讲鼓舞精神吼，奋起心神的意思。即个鼓舞吼，伊实际是鼓舞精神啦吼。咱来看一个字典安怎写。迄阵字典有哪有收吼？台语大词典内底吼，鼓吹吼鼓舞人做啥物代志吼？鼓舞人寄付金吼，就是捐钱啦吼，募款。即个鼓舞伫即个意思吼。我细汉定听人咧讲吼，比如讲鼓舞人去买保险吼，鼓舞人去做某物代志，所以即个鼓舞伊吼咧用有当时啊参迄个买手共款吼，你会当用伫较中性的意思，有当时小可有较歹迄方面的意思，就是你看即吼，劝有人安怎，就是有啥物甲人怪的意思啦吼。就是我细汉的时阵，迄阵的社会对，尤其讲对买保险即件代志，台讲感觉迄是骗钱的啦吼，还是讲。无体会到讲迄件代志是真重要的，所以若有人咧做保险吼，足侪人拢足无爱参做保险的亲戚朋友交参吼。若当着讲感觉伊要鼓舞你去买因公司的保险安尼，吼，那所以怪你的钱的迄个意思啦吼。即个头拄讲到心神，吼，就是精神的意思啦吼。所以你会当交替换用吼，当时讲精神，有当时讲心神。拢会当用，看你的文章的顶的文。好啊，所以讲有哪共款，即个奋发吼，伊讲对迄阵日语来啊吼，参考英语吼，有种种的差不多，佫无啥共意思。讲民国有源有得用吼，伊讲本地就是对迄个汉文来，上尾有一个问题吼，讲甲人讲你着较奋发的。若无你的士气，这就是咱即马讲吼，就是你要较振作的啦吼，较拍拼的，较拼的，无你的士气。好啊，以上今仔咱即段吼较长较啰嗦吼，因为咱中国介绍一寡有诶无诶，希望大家若听若看，有啥物想法吼，是有啥物要讨论的，是啥物会当补充的吼。过去迄几段有哪有真侪，有哪有几啊朋友吼，真甘心吼。恁甲恁所知影诶，毋管是日语诶来源啊吼，还是台语你所知影诶，咱拢会当留下吼，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咱后纸若佫有时间，我会佫甲后一期诶共款录音吼，甲带读了，甲伊内底词我所查会到诶物件摕出来，互大家做参考。以上感谢大家时间。